主啊，2026年7月27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危难中的盼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下卷18章第10到37节。现代读译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18章。当以拉的囝以色王何西阿第3年，亚斯的囝以西家开始做犹大王。伊继位的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比雅，是撒加利亚的查某囝。以西家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照伊的祖先代笔一切的所做。伊废掉山头坛，毁坏石条，做亚舍拉的雕像，拍碎摩西做的铜蛇，因为迄时以色列人要对铜蛇烧香，叫伊做尼弗士丹。以西家倚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伫伊以前甲以后的犹大列王，无人会当甲伊比。以西家对上主忠诚，无离开伊，接受上主所命令摩西的诫命。上主甲伊同在，伊无论去倒位，所做的拢顺利。伊陪伴亚述王，无搁服侍伊。伊拍败非利士人，直到加萨甲四围的地区，对简单有守望台的庄舍，甲有堡垒的城。以西家王第4年，就是以拉的囝以色王何西阿第7年，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攻撒玛利亚。到第3年年尾，就是以西家第6年，以色王何西阿第9年，撒玛利亚受攻破。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，互因住伫哈勒高山地区的哈卜河边，以及米底亚人的城，因为因毋听趁上主因的上帝话，违背伊的约。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因的，因毋听趁，毋遵守。以西家王第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坚固的城，搁甲因占领。犹大王以西家派人去拉结见亚述王，讲：我有得罪你，求你撤军离开我。你无论要求甚物，我拢答应。对安尼，亚述王发犹大王以西家银10000公斤，金1000公斤。以西家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银拢予伊。以西家阁将上主圣殿门顶的金，甲伊家己包伫条顶的金拔落来，交予亚述王。亚述王对拉结派元帅、将军甲总司令带大军去耶路撒冷，以西家王遐。因上来到耶路撒冷，徛伫上池的水沟边，伫漂布场的大路遐。因大声叫王，就希利家的囝、宫廷总管伊利亚敬、书记谢宾纳，以及亚萨的囝士官约阿出来见因。总司令对因讲：去甲以西家讲，亚述大王安尼讲，你在靠说甚物？你想讲有策略甲权力，其实是碰风的话。到底你是靠啥人，竟然敢反叛我？你所倚靠的埃及是一支长去的路竹仔管，人若靠伊，手会互伊插入去。所有倚靠埃及王法老的人，拢会安尼。你若对我讲，阮倚靠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以西家敢毋是有废除上帝的山头坛甲祭坛？搁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，恁一定着伫
耶路撒冷即个祭坛敬拜。倒来甲我的主人亚述王相输，我互恁2000只马，恁减有法度找够野的人通骑。若无法度，恁哪会当拍败我的主上岁的一个部下？恁减要搁挖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。现在我来攻击毁灭即个所在，敢毋是上主的旨意？上主亲身甲我讲，上去攻取即块土地，甲伊毁灭。迄个甲的囝以利亚敬谢宾仔甲约押对总司令讲，请用阿兰话对你的仆人讲，阮听有。请毋通用希伯来话讲，惊了互城墙顶的人民听到。总司令对因讲：恁想讲，阮主人找我讲遮个话，只有要互恁甲恁的国王听是无？毋是，我嘛要讲互城墙顶的人听，因甲恁共款，着食家己的粪，啉家己的尿。总司令搁徛起来大声用希伯来话话讲，着听亚述大王的话。王安尼讲，毋通互希西家骗去，因为伊袂当救恁脱离我的手。伊叫恁信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咱，这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。毋通听希西家的话，亚述王安尼讲，甲我讲好出来投降，安尼恁逐个人就会当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啉恁家己的井水。听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，亲像恁的土地，有五谷甲新酒，有米粮甲葡萄园，有橄榄油甲蜜，互恁活长岁寿。毋通互希西家骗去。伊讲，上主一定会救咱，恁毋通听伊的话。万国的众神明，倒一个捌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？哈马甲阿尼伯的神明伫倒位？西法瓦因、希那、以瓦的神明伫倒位？因减有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？这个国家的神明有倒一个捌对我的手救出伊家己的国家？安尼，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毋过人民拢静静无应半句话，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应伊。迄时，迄个家的囝，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谢宾仔甲亚萨的囝史官约押，拢拆哩因的衫，对希西家报告亚述的总司令甲因讲的话。危难中的愿望。希西家做犹大王期间，经历北国以色列的灭亡。以色列后裔的12支派中，只剩2个支派正做愿望。根据学者研究，当老时北国有一群热心上主律法的精英，倒到南国，可协助进行宗教改革。伫申命记历史学者眼中，希西家王是一位难得的好王。伫伊治理期间，努力做上主认为对的事，拄着神庙拆毁石条，错掉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甚至拍碎摩西所做的铜蛇，因为以色列人愿伊烧香。希西家铲除一切违背上主的宗教行为，因为安尼良记作者称呼希西家倚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
伫以前甲以后的犹太列王，无人会当甲伊比。希西家王忠于上主，上主予伊所做的一切拢顺利。希西家无亲像过去的王，身服伫亚述，伊勇敢反抗亚述，佮拍败西南沿海的非利士人。希西家王强硬反抗亚述，因为安尼招来压迫。希西家在位第14年，亚述出兵攻打和占领犹太的释放城镇。迄时，希西家向亚述王先那基立认错，甚至甲圣殿和王宫的宝物拢送互亚述王。不过，先那基立犹原无要停手，派大军到耶路撒冷攻打希西家。列阵伫耶路撒冷上池的水沟仔边。希西家为了保护耶路撒冷，特别做出一条有名的希西家水道，对东边的基粉泉甲水引入南边的水池仔。伫双方代表展开的谈判中，亚述的将军郑基所能羞辱希西家的无知和上主的无能。亚述大将军口出狂言，故意用希伯来语警告所有犹太人民，埃及无法度帮助因解除危机，世上的神明也拢无法度甲亚述对抗，就算犹太人信靠的上主也无例外。伊阁坚持希西家伫犹太境内一定找到2000名骑兵，凭什么甲亚述对抗呢？当当时，犹太人民遵照希西家的命令，默默听敌人的辱骂，阁毋应喙。遐个犹太国的谈判代表以悲痛的心情，转去向希西家转达一切。面对国际情势的险恶，忠于上主的希西家也无法度避免强权的欺凌。世局的起伏不定，考验着希西家王对上主的忠心。总是对结果来看，希西家忠于上主的作为，对犹太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希西家接纳对北国前来投靠的精英，即阵忠于上主、继承信仰传统的人，也投入犹太的信仰重建，不但影响后来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，阁影响到日后狩猎时期律法师的形成。就算后来犹太人狩猎巴比伦，也保留信仰传统，互人民永远记得家己的身份和上帝对因的期待。伫历史的洪流中，人无法度甲伊抗衡。虽然安尼，历史犹原是上帝掌权，人所会当做的，就是做上主忠实的仆人，这就有够。默想，伫有限的人生中，上主爱我扮演甚物款的角色？伫有限的人生中，上主爱我扮演甚物款的角色？咱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是历史的主宰。有限的人往往伫环境变迁和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乱了脚步，失去方向。恳求你指引我，安怎伫即中间定睛仰望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